豆子，都觉得自己就像什么东西。《狩猎人》里面的那个凶离虎，蝴蝶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瑜，今天带大家来到瑞芳美食广场，让大家来看看我平常都吃些什么。走吧。首先我们来到的第一家就是我们的李记蚵仔煎。其实我平常闲暇的时候路过美食广场，第一个想到会点的就是我们的李记蚵仔煎，又新鲜又好吃。Hello， 老板，拍谁打扰你们了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，谢谢谢谢谢谢老板，谢谢谢谢啦，以后有事情都可以再找我，谢谢谢谢。然后其实也要介绍一下对面，因为刚好今天没开啦。不过对面是我们美食广场很有名的胡椒饼，来到这边不管是本地人或是游客都会带很多。第二家是我们美食广场也很有名的牛魔王金牌奖锅贴。那顾名思义，其实它就是真的有得过奖的锅贴，那也是我们这里一方的霸主。Hello， 老板，不好意思，这样子打扰你们，谢谢啦，谢谢啦。啊，之后有事都可以再找我，谢谢，谢谢你们平常的照顾。我们平常办公室都吃你们的锅贴，谢谢谢谢，新年快乐哦，谢谢，打扰了。再来第三个，也是我们常买的阿伯老店。那刚才有，等一下会介绍说它又白又圆的麻薯。Hello 姐姐，拍谁赶紧聊聊。怎么还有我妈妈？陶给，能帮我签一下？好啊，当然可以啊，来，签哪里？好，来。陶给牛公，跟他拍过照的都当选。现在好险我没有破你的记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瑜，今天来到了我们瑞芳美食广场，那向大家推荐3样美食。那第一样就是我们的李记蚵仔煎，因为其实我在选举期间的时候，我每次经过瑞芳美食广场，不知道要吃什么时候都会来买我们的蚵仔煎。我觉得这蚵仔煎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它真的蛮新鲜的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蚵仔煎好吃的秘诀真的就是蚵仔一定要新鲜。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酱刚好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，因为还有另外一种应该是花生酱，花生酱的蚵仔煎我就没有那么习惯，所以整份来说，我觉得它真的好吃又方便，因为其实它就小小一份，然后你饿的时候吃完就又有体力了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大家一定要试试看，因为我就是一些蚵仔煎魔人，我到哪里都第一道吃的东西都是蚵仔煎。第二道是我们的牛魔王金牌奖锅贴。那其实第一个就是说，如它的名字所说，它就是得过金牌奖的锅贴。那在这里也是很有名的店家。然后第二是说，其实为什么我们选战期间常吃，就是因为它跟蚵仔煎我觉得有类似的特质，它就是很方便的小吃。那像我们其实有时候在瑞芳扫街玩。去瑞芳的敬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点很多，然后就放到我们办公室的桌子上面，然后就大家这样分着吃，真的是很方便，好吃又方便。那吃完了2样咸的，就介绍了我们平常在竞选期间最常吃的东西之后，再来一个甜点嘛。那就是也是我们美食广场的名店阿伯老店的麻糬。那这家店蛮有趣的，就是说他第一代其实阿伯是个矿工，那后来是大概在50年代那个时候是矿工，那后来退休了之后就跟他的夫人一起开了这样一家店，那目前是经营到第2代，然后他的麻糬也是非常的 Q 弹，很好吃。那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午吃完之后，下午也会买一份甜点来，然后就拿进办公室默默的啃。看了我们这3样食物之后，有没有觉得我们瑞芳美食广场真的厉害？那其实瑞芳美食广场春节的期间也有开，所以也欢迎大家，如果春节的假期的有空，也可以都来我们瑞芳美食广场吃吃走走看看，一定不会后悔，一定觉得值回票价。今年几岁？27。那穿5公分高跟鞋的时候，身高几公分？算一下，大概175、176左右。2手各拿3公斤哑铃的时候，体重多2少？手各拿3公斤哑铃。我真的很久没有没有量体重嘞。好，那绰号是什么？统一。近视吗？有近视。几度？1支500，1支600。最喜欢颜色？哇，最喜欢的颜色，我想想哦。最近觉得金色还不错。
好像都还好哎。生气的时候做什么动作？会不讲话，那表情呢？生气的时候的表情？就没有表情。那鬼灭之刃男主角的妹妹叫什么？祢豆子，动漫跟卡通的差别？动漫跟卡通，你每个卡通觉得自己最像什么动物？什么动物？我想想哦，那个猎人里面的那个凶狸狐，讲出包含数和吉祥话。数钱数到手抽筋。最想要推的政策现在是？目前我希望我就选举时的证件可以就是好好的赶快开始着手兑现。那现在最想 cosplay 的角色？我好想赶快跟朋友一起租蝴蝶忍姐妹哦。那用现在年轻世代的塑胶来赚人民。讲话像共谍的人当不分区立委，你当我们台湾人是塑胶哦。推荐如果过年的时候最适合看的动漫。最适合看的动漫，我觉得《鬼灭》就不错啊，我最近在补，还有那个《我的英雄学院》我还没看，我好想看哦。那一句话形容林长佐。林长佐，奇怪的老板。一句话形容陈柏惟。陈柏惟，水饺馅。一句话祝福选民。选民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事事顺心。那接下来双马尾跟单马尾选一个。双马尾。真理裤跟生理裤。我不知道真理裤的定义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是这样说就是老了？那周子瑜跟周瑜。子瑜。来宝跟来福。来福是常威在打来福的那个吗？那来福好了。那料理鼠王还是天竺鼠？天竺鼠。文佳跟赖清德。 What？ 赖清德？那赖清德跟赖静玲。我爸好了。爸爸跟吴一农。一农。一农跟蔡诗颖。都不错啦，都不错。那选一个嘞。一农好了。对不起，蔡委员，蔡委员帮我。一农跟曾玉一农好了。吴一农跟馆长。一农好了。吴一农跟郑曹芳。曹芳跟黄国昌。曹芳。曹芳跟爆豪圣经。曹芳。给观众们一个新年的新希望，祝福的话是什么？希望新的一年可以心想事成，就是大家都可以幸幸福福、平平安安。刚好，谢谢。过年基本上就是都会要有爱，但是我们为了因为很快乐，我想我在一种先把我会团队就如大家所见，这一场胜利得来不易。那我想这个背后也是承载了我们的选民很多的期待，大家就是对我有很多的期待，才会愿意给这样子的一个年轻人一个机会。所以我想未来的4年，我必须要保持住自己的表现，必须要有足够的水准，让大家能够肯认啊。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对。